各位电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阿權妹愛同大家來分享乜嘅呢？愛同大家來分享一部當精彩嘅舞台劇。一部舞台劇真係係非常嘅精彩，因為佢精彩嘅所在到哪邊哦？佢結合嘅三個劇團，包含嘅生生劇場，韓國亞洲劇團、韓國軟劇團，也三個。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大家都懂熟悉咧，也三個劇團共下來，攝合起來，佢哋嘅演員，佢哋嘅導演，全部結合咗共下來演出。上來樣板會有按樣嘅一類演出，韓國上來有個計劃係樣板開始嘅喏。今本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哦。先細細嘅來分享，也擺嘅製作人係大家親熟悉嘅林碧恩姐分享。大家好，我係ES亞洲劇團嘅林碧恩，我又來了。哦，分享，碧恩姐又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接下來一部戲劇，其實還有那個一個戲劇嘅顧問來分享呀，戲劇顧問，我們的耿一偉老師分享。大家好，我係耿一偉。很高興今天來參加福起來了。哦，分享兩位，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對，大家一開始應該談到開場就知道，嘿，好奇怪哦！每次我們來到福起來宣傳這種舞台劇的演出的時候，通常就是一個劇團，然後來分享他們可能年度的青台嘅作品啊，他們的心血結晶。不過也擺冇強用，也擺其實經過嘅時間沒當長，經過3年嘅時間。結合嘅三個劇團，剛剛有跟大家來分享。那佩安姐，我會同大家來講一下，中馬該不會做按難嘅一件事情，就是這聽起來就是一個超級浩大而且很難理解的一個大工程。應該就是想不開這樣子。真的嗎？因為剛好也是ES亞洲劇團嘛，2006在苗栗成立，然後18歲轉過吧。哦，轉過哎，對，18歲成年了。對，就到一個關鍵期的時候，就開始會想的比較多，就是自己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這件事情來出發，也回到自己會去想，ES亞洲劇團18歲了，那我們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劇團？就像我們常常會出國去旅行一樣，你出去再回來的時候，好像跳脫那個同溫層或是習慣的環境之後，會更容易了解自己。所以就是一種交朋友，然後發現自己是誰這個東西作為出發點。所以就想說要去認識別人，就像 NA 出國共用，我們想要出國，我們想要認識其他不同的國家，所以對於劇團來說，也想要認識不同的劇團，跟不同的劇團做很深度的交流。對，尤其是在演員訓練的這個部分，因為對於ES亞洲劇團而言，我們的印度總監、賈安塔老師一直在做本質劇場的這樣的一個演員訓練方法，那也很想跟其他團做交流，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演員的訓練，大家是用怎麼樣的方式來進行，然後又再加上因為團的特質不一樣，一定有很多可以彼此學習的。對，那我們是不是請碧恩姐來同大家來紹介一下，要不要參加呀？三個劇場、三個劇團有乜嘅冇共用，有什麼樣的特色？它剛好三個團是北中南哦，生生劇場在淡水，然後它有自己的一個排練場，然後ES亞洲劇團在苗栗，然後軟劇團在南部嘉義，所以這3個團，像深圳劇場，他們是有所謂的演樂舞，他們以聲音打擊吟唱為一個表演的出發，其實是還蠻綜合藝術的。那ES亞洲劇團，我們就是在賈安塔的帶領之下，然後作品就是從本質劇場出發，去探索亞洲劇場的風格美學。那軟劇團呢，他自己非常注重文本，他的演出大部分用台語來演出，然後也跟在地做很多的這樣的一個民俗的或藝術的這樣的一個結合。但重點是我們都有自己培訓的一群核心的團員哦，所以會在想說，有時候我們在一個地方待久了，你就會有想要離家出走的想法，可是你也沒有真的要離開那個離開的動念。後來我就想說，如果這個計劃有讓大家有機會作為一個演員，你真的很實際上面不是說離開家之後什麼事情都不做，就晃了晃又3年，所以講說透
过这样的一个计划，让大家真的实际上有交流的机会。所以其实也他讲的也有交流，也不是说我就是去那边走走看看，其实也不是这种，有点像真的是有点常驻的感觉，因为毕竟他花了3年的时间。古手也的演会，这些演员会去到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剧场去适应不一样的工作方法，这样子的方式吗？其实是这样像换个爸妈的感觉。我想到公视的节目。其实好像多少有一点哈，老师，就是这3个团，主要是因为他的工作方法跟团的经营模式也很不一样，所以演员他其实就像你想象，在一个自营的一个店，跟中小型企业跟大型企业里面工作长久之后，那个氛围也会不一样。去别人家比较好玩，对，去别人家总是比较好玩，没有新鲜感这样子。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我们第1年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了这3个团自己的排练场，去分享我们的演员训练方法是什么。那演员就真的就13位演员就住在那边，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交流这样。对，古时候我就知道有3位剧团要一起这样子来互相的配合，可能大家有点我不知道，我猜啦，谁都不让谁的感觉，所以顾问就很重要了，对不对？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顾问是不是就是来安撫大家哦？我来当一个公正的这个裁判的这种感觉。对，顾问就是有点像导游嘛，哈，我们就是这么轻松的吗？规划是很轻松啊，但是我们有常常跑，所以我们就是规划行程嘛。那行程规划好了以后，就把他们带到定点啊，然后我们就会说，好，你们有2个小时哦，2个小时回来这边集合，就让他们自己去玩嘛，哦，因为还是他们3个团在创作，那我的任务比较是决定一些大的方向，哦，那任何创作、任何不一样的团体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可能意见不合，那也很好，那就是一个会学习、互相了解的过程。那除非到很不能够解决，需要我出来，不然其实我通常来讲，我都在游览车上面睡觉。对对对。没有，我们请 P1J。对对对，主要还是他们。对对对，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以演员为主的一个计划，这样对，所以其实。主要那我觉得我的工作好像是前期比较重要啦，因为前期的时候会对于大概基本的工作方式或者是什么内容会有一些规划，所以我才会想说其实有点像导游在规划行程这样，但其实这些东西决定好了，其实都他们自己在玩啊。我觉得可能老师太谦虚了。其实老师还记得我们第1次跟你说有这个计划的时候，你那时候第一个听到的这个感觉还记得吗？3年前。你记得吗？然后老师最后很慷慨的说好，因为他说好的表示应该有蛮好玩的地方。哦，因为那个时候这3个团都是我们一般说的台湾 Top， 所以他们都是中生代的小剧场，然后他们都有拿到文化部的补助。是。那这3个团要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其实是，而且他们刚好代表北中南，然后3种不同的风格。对。所以这3种不同的风格要能够在一起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跟结果，那就会很令人期待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就说我们是变形金刚这样。这个对于台湾来讲很少这样子的合作，对不对？2位过去有因为这个合作有示范性啊，这个合作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吗？我意思是说，你如果在这里店做得好好的，那你干嘛又要去别人的店，要去那边学做东西？所以这就代表说，其实他们是代表了台湾的剧场界，想要特别在演员训练这个上面，想要有一些突破，这样想要去找到一种专门属于台湾的表演训练系统，应该是这样讲。对，每次都要就黑基本业，我们的宣传跟过去头白夫 Hero 的宣传演出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基本业讲的事情算黑，对于台湾的表演艺术，对于台湾的剧场艺术，它可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大家并不是只是单纯的为了自己，而是大家互相的提供意见同碰撞，然后怎么有按用嘅一个舞台劇來呈現，故所真件非常嘅本人期待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還有較多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哦。
无论什么样的花言巧语，我都不会被说服；无论什么样的威胁，我都不会松口。除非他解开这些枷锁，并为伤害提供补偿。我看到卡帕内拉的爸爸，我想跟他说，卡帕内拉已经到银河的另外一边，不会回来了。好，歡迎大家又到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員阿權妹。今日上一堂節目嘅前面，大家有看到有嘅一個嘅樣片，宣傳嘅樣片哦。大家可能會知道，新嚟有啲嘅做物嘅，啊唔過其實也輕重要嘅係，也在演出嘅背後嘅計劃，係想要對啊幾個台灣嘅劇場用動態嘅推動，希望大家做得好好來支持一部舞台劇。故所今日呢嘅節目內容係愛同大家來分享。其實也在計劃票完這開始發起的時候，經過了3年的時間。我們剛剛講了有第一階段，就是互相認識。那接下來就會有第2階段、第3階段，包含第3階段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宣傳的這個在12月28、29的演出，這個《神鬼人間道》的演出。那我們再請佩安姐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在第2階段跟第3階段的這些計劃。我們除了第1階段認識之後，我們接下來做了什麼？3年動衝，現在想起來，我覺得蠻長的。第2年我們就開始進入到認識之後，你要有一些文本開始進來，所以那時候跟老師就想了3個劇本，一個是希臘神話的普羅米修斯，一個是西方的，一個是東方日本宮澤賢治的《銀河鐵道之夜》是一個小說，然後第3個是台灣的歌仔戲的那叫寡婆，它也不是歌仔戲，它就是有點像以前的那個潮州土狗在那邊念唱這樣。以前的潮州土狗，因為他只有彈而已，他沒有，他就是有押韻的歌詞啊，就是這樣。然後再講基隆旅館殺人事件，1930年代的時候，然後再講一個社會事件這樣。可是這3個文本我乍聽之下落差很大。對，那因為這3個團就不一樣嘛。是。那因為以前台灣的小劇場在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傾向，就是說他們在身體訓練上面比較專注，然後比較沒有那麼重視文本。但是那個表演跟語言其實有很大的關係嘛。比如說，我們講說，我不知道台語說吼啊，那華語就說給我，那比的動作跟客家話，你客家話如果比給我，你會怎麼比？本愛。啊，你會怎麼比？本愛。本愛，你會這樣比，對不對？本愛。你會本愛，對不對？但是台語講吼啊，他可能會這樣，對。哦。然後英文可能會 give it to me， 對。這語言會影響你的肢體動作。會。對，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那因為這3個文本剛好都是就是不同的功課啦，他們有點像是那個什麼美國的海豹部隊嘛，那我們要訓練他們嘛，那你就要給他一些障礙啊，所以一個就是改編小說嘛，對，然後希臘悲劇就是那個通常都是很長很大段的獨白，對，比較不像日常生活的語言這樣子。那寡婆那個是台語，它就是有韻文，就是有押韻的文句，所以我們覺得說讓演員去跟這些文字搏鬥，就有點像那個不是訓練不是要綁鉛塊嗎？對，這就是他們的鉛塊，對，然後他們就會變得比較強這樣子，對。然後至於這3個怎麼變成一個故事，我們也不知道，但是我們就是想說，他一定要
要以这3个为基础这样子。哦，所以最后的演出也是以这3个故事为基础的。对，从这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剧作家的工作啊。其实他也真的后来就找到了在这3个故事，但后来就集中在其中2个故事啦。嘿，那另外一个也汪兆谦他也找到了一个对应的方法，就是跟当下这些演员的生命的现实状况有所对应，这样，所以它有一个转化。那实际上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对，其实这些故事中间有一个很热血的这种共同的主题，就是要为理想而奋斗哈。它这里面有一些共通性，其实这个也是慢慢才挖掘出来。然后这种热血或者是中二。客家话有中二吗？中二生很难哦，还没有这个字，对对对，想不到哎。反正就是一种很青春洋溢，然后勇敢向前行的这种的，这个其实跟小剧场的精神也是蛮合的，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啊。没错，因为我刚刚其实有问到，因为我们有3个导演一起来参加这个导戏，但是编剧只有1位。我很听熊伟迪讲，要编卡，编剧也很重要啊。那这个编剧是哪一个团？但其实编剧并不是任何一个团，它其实是老师推荐。但是这个计划有一个意义啊，因为他们3个就是中生代的小剧场嘛，等于现在是年轻人。以前是年轻人，然后现在是有中年危机嘛，哈，还有中年危机的时候，就常常要去一趟旅行啊，或者是干嘛，去骑摩托车环岛啊，对不对？来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嘛，对。但是也要但是它有意思，还是他们不会只有他们一群人，他们自己在旅行，他们其实还是跟下一代的这些也是做小剧场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种世代的。传承吧，哈，因为他们里面做设计的都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们主体是，其实演员也很年轻啊，团本身是有中年危机嘛，但是那个没有中年危机，就是突然会问说，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我还有什么事我还没做到？有没有？对。所以就要戴上安全帽的冲。其实一直觉得做剧场这件事情，就像。爸爸妈妈老是会担心说你到底要怎么活下去，但我们也都这样子，也就这样子做下去了。所以它其实里面常常会有一种，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我们这次的行销就是用一个，就是他用一个比喻，就是你知道那个地方可能会有危险，但你还是会勇往直前，没错，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也很呼应我们这一次老师这个整个的计划就取名神鬼人间道，对，就很多不同的层次，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就是感觉这种神级、这种神圣性在剧场里面，可是有时候又会瞬间觉得你好像就是跌落谷底，到了那种地狱人间的感觉。对，所以我对这个名字“神鬼人间道”，俺们青好奇、青雄而已。那佩安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神鬼人间道”这个名字，以及最后这一部戏在决定要呈现的时候，它的剧情的大纲大概是什么？我先说说我的版本啦，因为这个“神鬼人间道”的一整个名字的发想，其实原本是跟老师建议我们的，他就可能是喝酒之后就突然就有一个灵感，反正就是突然闪过，就这句话念起来蛮顺的，对，就神鬼人间道，对，就先取名字嘛，就是你先取叫福气来了，虽然你不知道要做什么节目，但你觉得福气来了不错，我觉得要很福气。没有，他们后来这一开始只是计划的名称而已啦，但是后来他们戏慢慢成型了以后，对，他们还是有在想说要不要取别的名词，所以他们好像也有讨论，但是最后还是发现神鬼人间道最符合、最贴切。对。那这一部戏的内容，它就是刚有提到了3个剧本啊，然后最后一个那个基隆旅馆杀人事件，它就转换成演员个人的生命故事。所以原本的希腊故事，它在讲的就是希腊的神宙斯，里面有一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然后就是神鬼人不同的境界，然后最后其实我觉得它的重点还是回到人，这个字。他的故事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一开场的时候，大概就是会先以那个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对，然后那他们的主角就是他们会搭上火车，然后会碰到很多很有趣的人这样子，然后他们会讲他们各自的这种家庭这样，然后当然就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嘛，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就会插进来那个普罗米修斯，那也是同一批演员在演，那普罗米修斯
被钉在那个岩石上啊，他会有其他的神来问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为人类做这些事情？那它里面有很多他的这种控诉嘛。然后在这个里面会有穿插一些蛮有趣的地方，比如说演员会突然灯都亮，然后演员会出来请观众，他会抽签。然后抽签就抽到，比如说阿 Q 妹，他就说阿 Q 妹，那你要讲一个你最近什么最感动的事情，这样，你就要现场即兴这样。所以它里面有一些很巧妙的设计，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对。但是你会慢慢看，你会发现说，哦，这些片段的故事之间主题间有相关啊。好，讲的比较。大家有看过那个什么比如说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嘛，是不是？差不多是这样嘛，差不多有3段嘛，是不是？还是 Pulp Fiction 嘛，黑色追击令嘛，对，它就是台湾以前新电影也有类似这样啊，那个改编黄春明那个什么那个儿子的大玩偶啊，有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为什么会是段落？因为他有3个导演，那每一段戏其实会是某个导演在导，那以前儿子的大玩偶就黄春明的3个不同的片段，那好像有什么什么侯孝贤啊谁，他们是各自导不同的片段嘛，那其实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3个不同的导演加的某种给风格。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一个，我真的是耳朵听到就觉得哇，好新奇的，就是观众可以都在参加这种互动的，它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彩蛋感，对不对？你去的每一场。感觉可能跟感觉都没用，因为你抽签它是随机的啊。老师那时候看的是彩排场，我们有曾经想过这样的一个互动这样子，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还是有抽签啊，对，演员不知道他这一场会不会抽到。所以我觉得也呼应到，所以他有一段不知道自己即将要演什么。对，所以他现场其实那时候第3个那个软剧团的导演是汪兆谦嘛，所以那时候他也一直在思考说，2个已经比较是选好的文本之外，那回到演员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计划的核心，你在当下你真的看到演员在舞台上面的那个真实感，就是你到底是想要被抽到，还是你不想要被抽到？然后你抽到当下的第一个反应，然后对照观众而言，就是他在看一个所谓表演这件事情的一个真实跟所谓扮演这件事情。然后他抽到之后，他必须要现场真的即兴，所以2场演出会抽到谁，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他有一种突然插入跟破坏那个世界的真实的反应，这有点像说。你可能骑摩托车或开车骑行，你本来照预定的车道，突然有的车要撞你，就马上就醒过来，对不对？对。那你扶起来以后也可以这样啊，你就是现场永远有个箱，然后就是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要抽一个问题，要他回答，对不对？你觉得你人生最失败的是哪个 moment？ 那个时候会有一种真实感啊，那个真实感跟。这种戏剧在排练很久的那个是不太一样。老师，我等下给你满满的真实感。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转到节目当中。就是策展人会做的事，这样。13位演员，他们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肢体，然后在小小舞台上面，可是却绽放出非常巨大的能量。他们很多手法啊，很多的做法，那些疏离跟写实的切换，都让我觉得非常新奇，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体验。我其实看的当下的时候，都还没有很强烈的感觉，然后就突然爆哭的时候是谢幕，就是在谢幕的时候突然。刚刚出现的所有讯息都连接起来，然后觉得来了很强的后劲，然后甚至是我觉得我现在也还没有整理好，可以完整的诉说我刚刚得到的讯息。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有层次的道具、舞台的这个部分，尤其是乐器很特别、很吸睛。我觉得这是一出很好看的戏，很鼓励大家相约来看戏。
哦，看睇下按到观众嘅分享，因为上一摆已经有演出过100啊，鼓手动到嘅观众朋友全部就动中意，鼓手大家唔好再个错过了100演出嘅机会哦。12月28韩国12月29到台北嘅顺眼剧场就做得看得到。我们要怎么样买票呢？请佩安姐分享。好，大家做得去 OpenTix 的售票系统，然后可以查询《神鬼人间道》，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到剧团，我们都有。3个剧团都可以，都可以。我打到福气来了，福气来了，我们帮你转接，转接佩安姐这样子，冇问题。让冯养大家来到剧场底度来看。那其实这一个剧场，我们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观众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但是佩安姐有特别提到，希望本观众朋友感受到青春要给管天师这个关键字是什么？幸福。幸福吗？因为我觉得这3年做下来，整个的在找寻这件事情，我觉得人都是想要快乐的，对。但是你怎么样会感觉到自己幸福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找寻的过程中，也跟我们刚刚一开头讲，就是出国再回来，其实你去到哪里，最后面你觉得，如果你心中的那种感受没有觉得有幸福感，所有的环境其实是不会让你有打中的那一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也希望透过这3年计划带给观众的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我们其实要回扣问自己的问题是：你觉得的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真的是不是很容易回答，但是我相信黑讲大家认真上看啊，也黑讲看一部戏剧，可能也会有机会做得请到答案。鼓手刚刚一伟老师是不是有说，我们要生命中要有一些意外来发生？福气来了，某天超妹做的安排啊！但我们现在观众很熟悉，但一伟老师一定想说，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桥段，因为真的没有对过。我们先来个暖身题好了，2位觉得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来上福气来了。你在广告哦，老师是不是很适合、很专长，就是拍那种宣传广告的？我觉得做戏很幸福。对，我觉得去做戏就是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要跟别人共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佩安姐，我觉得有一群可以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因为我们好像很难逃脱不去工作这件事情。没错。那你要做得开心，我觉得那个工作氛围的伙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对。因为利用啥您讲的都非常的感觉很厉害的感觉。我来讲我的幸福好，我幸福很小，我一个幸福就会吃到厚生的东西，我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幸福。这个也很重要。但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有没有？我的胃就是适合放这个食物，这个对的位置，我就会觉得很幸福。合你的胃的。对，所以就是把跟适合的朋友一起工作，这也是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也是可以产生一种幸福感的感觉，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进下一题。因为要在神鬼人间道，也要鼓励大家去冒险去尝试。2位最近做的最冒险的事情是什么？佩安姐刚从印度回来啊。对，因为疫情之后，其实就没有再回印度的家乡这样子，然后因为回去就要转换身份，就变成台佣，有没有？媳妇。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最近冒险的事情，就是再把自己丢在一个语言都听不懂的地方。没错。就是所有你的观察力在当下就突然就唤醒，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很视为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那个语言你讲我一定懂，所以你的所有的关注力跟什么状况要发生，所以回去也是再回到一个自己很熟悉的家里，但是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对，冒险。我也很想听这一段故事，下一次再请佩安姐来聊这个更深入的故事。那一伟老师呢？一伟老师其实有看过一伟老师的很多资料，其实老师过去也非常多丰富的经验。也有去过很多国家冒险，那最近一次的冒险，你觉得是什么呢？去台南。
去台南就冒险的吗？对，因为我今年帮台南艺术节当策展人，然后今年是台南400嘛，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节目在很密集的6个礼拜里面，然后有很多不只是国内的啊，也有国外的艺术家剧团啊，然后那是一个你知道有人爬山要爬100岳嘛，就是说你就是每个礼拜都有至少2到3个演出在进行，对，然后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你虽然不见得都是你在执行，但是你都要去关注。那有时候也可能你马上就要去解决，这样，所以我才录影的昨天前天才刚结束而已，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对，100岳才刚爬完，然后爬山的人都是这样啊，刚爬的时候算了，我就下次不要再爬了，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但印度我下次还是会去这样。但100岳应该过阵子还是要爬吧？没有，我就讲爬山就是这样嘛，就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干嘛这么累这样，嘿。对。但是你爬完过一阵子，你会想说，那我接下来还要来爬什么山这样，差不多是这种心情。就做剧场的感觉也是这样。好像是哎，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跟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热情的话，就算很累，你休息过后，你还是会产生那个动力继续去做这件事情。对，没错，就像亚白没穷游。这次我其实也很好奇，佩安姐，你一开始想要做这样子3个剧团一起合作的计划，那在过程经历了3年啊，青迷就是即将要有一个最后的呈现，在中间的过程中，有嘛该你吃到英雄董成印象很深刻的，我不管是什么磨合啊、吵架啊，有没有类似这种？其实这3年下来，我觉得跟老师也说我们蛮厉害的，到目前为止真的都还没有什么吵架的这件事情。那也有老师说有他有碰到一些痛苦事情，然后这边咬人啊，对对，但是没有真的到冲突。对啦，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阻碍啦，可能会有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阻碍嘛，或讯息不够充分的时候，对啊。那现在回头来看，其实那些基本上都不是算太大的事情。那其实我也有邀他们也有来台南艺术节演，就是开幕的那个演出这样。那接下来其实最重要的就希望观众可以来看，一起来分享嘛。没错。其实有一个在问嘛，他们说那个我就一直说，其实这个戏不是这整个3年计划的结尾，这个戏比较像举例是说，这有点像那个有人在种西瓜，然后种西瓜，然后你来我们家，那我有种西瓜，所以我就分享给你吃，说，我这自己种的西瓜很好吃，你要不要吃看看？但是我种西瓜并不是为了要来只是服务这个，也就是说这还是一个训练。我这个经验真的来自我以前去那个客家，因为我住花莲，我们去客家的那个小镇凤林，我们去那边下乡。然后那边有个阿伯，我们就住他那边这样，然后他就请我们吃东西啊，我就印象很深刻，他就真的把他自己种的西瓜拿出来请我们吃，他说他自己种了很多，要不要吃看看？很好吃。但是你说他是为我们而种西瓜，不是啊，他种西瓜有他自己生命中的其他的使命嘛，所以这个比较像那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以前那个电视节目叫什么《料理东西君》。料理东西君演到一半的时候，不是会拿一个小小的东西给你吃吗？然后有人喜欢说おいしい啊，就是这样而已啊，对不对？但是这个计划不会因为这个演出就结束了，没错，因为它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计划，其实它最重要的核心在这样。那这个戏只是一个，就是那是不是要让大家看一下？所以它就是一个展现的机会，这样。但是它不是为了，它的目标不是为了做一个戏。没错，所以希望大家做的透过来看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结尾，一个小呈现《神鬼人间道》10月28号、29号就做得来欣赏到亚普的舞台，记得上 OpenTix 来买票哦。然后呢，也多多关注台湾剧场的发展呀、青春游，因为其实这件事情，这整个计划也不只留下了这一个作品，其实还有很多的包含一些记录啊、这些企划，未来都有可能用另外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或者是为台湾的剧场跟艺术留下很多很珍贵的记忆跟过程。没错，对，故事今天非常什么我们佩安姐，谢谢佩安姐，也谢谢一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么难、历时这么久，然后又这么精彩的计划，谢谢。大家一定要支持《神鬼
人间道，要配合有春联的感觉，这样新年快乐的感觉，新年快乐。哦，非常神梦两位，每神梦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记得要多多支持哦。先休息一下，等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面书签赞，韩国啊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签赞订阅，韩国也影片嘅链接啦，记得要分享出去哦。